哥，罗雪儿如今已死，一切只能就此了结。我决定要嫁给徐成风。从你决定成为沈丹青的那刻起，就是走上了一条最艰难的荆棘之路。如今终于云开月明了，我也真心替你感到开心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说过了，只要是你决定好的，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的。重新再活一次，已经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。我又何德何能，得到哥哥如此照顾？丹青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值得。你是我在这世上见过最美好、最坚韧、最善良的女子，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何程峰那般骄傲的人会对你如此钟情。不过你也别忘了，对你好的人可不只有他一个人，还有我。记得上一次带你来这里，你说过，因为我的陪伴，让你有了家人。但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呢？我早就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。我会为你备好嫁妆，让你风风光光的从沈家出嫁。你想做的事情，就尽管去做吧。沈家是你的后盾，你的底气，你的依靠，我也会永远站在你身后的。哥，谢谢你。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颖儿，要走也不说一声啊，不是说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但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做了错事，我以为你不会再想见我。我知道，你和丹青情深意重。丹青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他的福气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福气？希望以后你还是能把我当做丹青，那个你最好的朋友。哎，将军都起了一个晚上了，还要准备些什么？难不成要把将军府都搬空了送给沈家？是又如何？我跟你小子说啊，脚底下给我仔细点，别把这些礼数给弄乱了，要不然收拾你。哎呀，将军对沈小姐真好。怎么还叫沈小姐啊？要改口叫夫人了。徐夫人。哦，对了，我写给阁老的信有送到吗？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能来？将军放心，邀请阁老做见证人、主持婚姻的信早发了。将军定亲，想必阁老肯定会来。那就好。我双亲去世的早，阁老对我而言就像亲生父亲一样。我希望他老人家能够见证我的人生大事，也希望丹青能感受到我郑重的态度。明白。程峰，娘子，徐夫人来了。最近筹备婚姻辛苦了，所以我特意做了棋子酥，过来犒劳犒劳你，快尝尝。多谢娘子。
只是我这手……好，我喂你，那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看你嘴上都沾上了。什么？没事儿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你们继续。啊，这是在写什么呀？你要把你名下的财产和地契都过给我。这礼书怕是一页一页，永远也写不完。我想把这世间最好的都送给你，但是没想到这世间最好的就是你。纸短情长，我们还有一生的时间。我在上面绣了一朵莲花，套带并环，与君常伴，愿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永不离弃。这是你亲手做的？这一带乃是贴身衣物，是妻子为丈夫亲手缝制。丹青，我想你能亲手为我系上。心心付心心，喜爱勿在身。你我既许为夫妻，就应该二人同心，今后风雨同舟，永不离弃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子珊，沈少主这是做什么？送聘礼是有吉时的，错过吉时就不好了。子珊，此为何意？不着急，我只是有几句话需要嘱咐一下。你说便是。常言道，嫁出去的女子如泼出去的水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这种荒谬的说辞，在我沈家可不曾有过。徐承风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不好，我整个沈家上下都绝不会放过你。子珊，这是礼单，和我的全部身家明细都已经整理妥当，将由钱庄公证作保，全部过给丹青。这是婚书，我下了保证，若是对丹青不好，任由你处置，全城百姓都可以监督。另外，阁老会亲自主持婚仪，在仪式上我会当众宣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徐承风说到做到。那婚仪之事，有请府内商议。走。哎，把东西放那边。来，你们搭把手，搭把手，小心点啊，都很贵的。注意点啊！将军，阁老到了。太好了，走。阁老，您能前来，承风确实很感激。哎呀，来，您先坐。好好好，这客房都已经给您备好了。承风啊，老夫此次前来是代表你的长辈，来为你主持婚仪的，可随意些，随意些啊。是。挺好，快去请丹青过来拜见阁老。好。甚好，承风，哎，先说正事，来，请坐。好。阁老这次过来是还有别的要事？确实有件急务要告诉你啊。
藏宝图之事有异，你找到的梅子酿始终无法让藏宝图显影。阁老，这梅子酿是丹青替我所选，若是论酒的话，我不如他。不如这样，我们等丹青过来再做商议。也好。阁老，这是丹青。丹青。参见阁老。不必拘礼，不必拘礼。丹青，刚刚阁老所说，不知为何这梅子酿始终无法令藏宝图显眼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运输途中有人动了手脚？刚刚我已经问过了，这运输的过程一直由亲卫军一手负责，绝对万无一失。现在藏宝图和咸阴水，我就放在这儿了，东西留在你们将军府。咸阴水已经开封，不足半月，便会失去显影功效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确认好，到底是藏宝图出了问题，还是咸阴水出了问题。是。天后，先送阁老去房间休息吧。阁老好，下。程峰，你曾说过阁老对你恩重如山，事有缓急。再说了，你已下了婚书，我们就等同于一家人，我更应该为你着想。此事关乎藏宝图，还有怡亲王，大意不得。婚仪的事情，左不过多等半个月，我们再办也不迟。丹青，我向你保证，等完成了这一切，我一定会补给你一个最难忘的仪式。丹青，可有看出什么端倪吗？这酒虽然在地下收藏多年，但是这酒清澈透明，没有余物现象，也没有悬浮物，说明保存完好。那这梅子酿若是没有问题的话，会不会是我们找错了？这并不是咸阴水。我已经让林镖师去找试草墨水了，试过之后便知道是不是真的咸阴水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怡亲王到了。怡亲王。参见王爷。难得怡亲王亲自到访，有失远迎，还让王爷久等了。听说二位马上要成亲了，正是最浓情蜜意的时候。本王多等了一会儿，无碍。本王奉圣上之命，特来为二位送上这一情一色。圣上口谕：徐卿新婚，朕不得亲临，实为憾事。仅以顺阴阳、结人心之情色相赠，愿徐卿并沈氏贤伉俪，情色在御，莫不尽好。婚仪之时，以情色和弥，便如朕亲临，朕甚感欣慰。二位还不嫌？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还要多谢王爷亲送御赐琴瑟前来。不过徐某还要忙着办婚事，便不多久留王爷了。看来将军还是对本王心存芥蒂，也罢。本王任务既已完成，也不便叨扰。不过今日只是来代为送礼，等到二位拜堂行礼之日，再来聆听琴瑟和鸣。
届时会为二位送上更大的惊喜。你是怕怡亲王在这乐器上做什么文章吗？不可不防。琴声清扬，色音振奋，这听下来没有什么异样。稍后我再让人仔细查一下。也好。这怡亲王虽然很嚣张，但应该不会在明面上对御赐之物动什么手脚。况且这次我们有阁老来主持婚仪，他应该就是心里不爽，故意来阴阳怪气一番罢了。天后，尽快去寻最好的乐师过来，赶在婚仪之前将琴瑟合作的曲目练好，不负盛意。是。这梅子酿之所以能让藏宝图的路线显眼，是因为在制作藏宝图的时候，用了一种湿草制作的无色墨水来绘制路线，而这梅子酿的成分刚好可以将这无色墨水显影。你们看，这字迹显现出来了，说明这梅子酿就是显影水。那若是显影水没有问题的话，问题一定就出在那张藏宝图上。难道这藏宝图是假的？以其宗伟的命，让自己金蝉脱壳，也换取真正藏宝图的安全，一石二鸟，思虑周密有阴毒。这的确是怡亲王的作风。不出半个月，梅子酿的功效就会失效。我们得赶在这个功效失效之前，马上找到真正的藏宝图。若这张图是假的，那真正的藏宝图应该还在怡亲王的手里。我要把这件事情赶快告诉阁老。今日紧急请各位前来见面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王爷，此事关乎大封的国宝，事急从权，还请见谅。我刚得到消息，从宗伟处得到的藏宝图是假的。看王爷的表情，似乎早就知道这一消息。不错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阁老容我慢慢道来。这藏宝图一案本就错综复杂，而本王作为协查，早就将真相调查清楚了。图的确是假的，因为它多年前就已经被调包了，而调包藏宝图的人，正是聊城罗家。怎么突然说起了罗家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冷静应对。罗家，莫非怡亲王所说的是聊城本地酒商罗家？罗家只是一介商户，跟藏宝图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本王自有铁证如山。前日本王差人去收拾宗伟的遗物，意外地发现他留下了一本手记，上面记载，当年宗伟在追藏宝图的时候受伤，晕在了罗家附近，救他之人正是罗家老爷罗继达。罗继达将藏宝图收下，在宗伟伤愈之后才还予他。结合手记与本王的种种推断，藏宝图早被这罗继达调包了，而真正的藏宝图应该还在罗家人手里。罗继达可是聊城的酒商，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聊城，而宗伟是您的贴身侍卫，
前几个月才随着您来到聊城，两个人根本八竿子打不着，与藏宝图也毫无关联。为何王爷您总是喜欢攀扯这些与本案无关之人？况且两人都已经死了，这都是你一面之词，何来对证？王爷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把老夫越搞越糊涂了。一会儿说藏宝图在宗伟手里，一会儿又说藏宝图在罗继达手里，这真藏宝图到底在哪儿？众所周知啊，罗继达是被他大女儿罗爱莲杀害，当时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。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因为大女儿行为越矩，被配了冥婚，才与父亲反目。可本王调查才发现，胆大包天的罗爱莲根本就是为了抢夺藏宝图，不惜弑父。那若是照王爷所言，罗爱莲是为了夺藏宝图才杀了他父亲，但是最终，罗爱莲葬身火海，图无迹可寻。王爷此话又是死无对证吗？谁说罗爱莲死了？她不但还在人世，还在这大堂之上。王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沈丹青就是罗爱莲。王爷，你是痴人说梦。王爷，如果您所拿出来的所谓证据是这般的离奇，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。阁老，稍等片刻，本王的人证就要到了。林雨罗雪儿参见阁老王爷。姐姐，见到我怎么这么惊讶？莫不是以为我真的死了？好，胆子！你当本王是傻子吗？本王知道你和沈丹青是仇人，想让本王做你杀人的刀。来呀，把他拖出去，陈虎。去。王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若不相信，本妃不有这个机会，你就是天下最蠢的人。等等。刚才说的话，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反正我就要被王爷沉湖了，再说一遍又何妨？现在的沈丹青都是杀父罪人罗爱莲假扮的，他改换身份，招摇撞骗，和徐峥峰沆瀣一气，我死不足惜。但如果王爷错过这个对付他的机会，你一定会抱憾终身的。死到临头还不改口，本王信你说的是真的。多谢王爷。雪儿有一计，可助王爷一臂之力，就让雪儿做您手里的刀。陈湖不过是我和王爷做的一出戏，让人故意看见我的尸体，好让你以为我真的死了。没想到你这么蠢，还上钩了。哼！阁老，我可以证明，她就是我的姐姐罗爱莲。你说沈丹青就是罗爱莲，你怎么证明？神府中有一神医，精通容貌修复之术。罗爱莲杀了我父亲后，偷了真正的藏宝图，为了躲避搜查，便与沈四山相互勾结，改头换面，成了沈丹青。
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我听了那么多评书，都没有罗雪儿小姐说的这故事精彩和离奇啊。那神医是否精通此术？葛老一探便知。不仅如此，罗爱莲曾在大火中被烧伤，因此她最怕的就是火。而一向胆大的沈丹青，在戏楼看到火把戏时，竟然被吓得面如土色。那是因为他弑父后纵火焚宅，自感罪孽深重，所以丧胆销魂。你说我怕火？怕不怕，一试便知。葛老，是否可借下火把？好啊。丹青竟然用疼痛来维持冷静。放肆！雪儿小姐，你不是说我怕火吗？那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你的后颈处有一黑色莲花纹身，是为了遮盖烧伤疤痕所刺的。你敢不敢给大家看？你说东西！放肆！公堂之上，岂容你们如此撕扯，成何体统？葛老，如今寻回宝图是重中之重，切不可放过任何有嫌疑的人啊！沈丹青，如今只有查验你的身体，如果你身上没有烧伤，或者是莲花纹身，方能证明你是清白的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就要毁了我的清誉吗？为了保证你的清誉，由女差和罗雪儿一同查验。沈小姐，得罪了。禀阁老，沈小姐颈背并无烧伤，也无纹身痕迹。你，妙神爷，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，请您务必答应我。大小姐，请说。我怀疑罗雪儿已经知道我是罗爱莲了，我的身份会成为哥哥和将军的软肋。此事绝不能有任何的纰漏，而且我也不能给沈家带来任何的危险，所以我想请您帮我去掉身上的纹身和烧伤，并帮我尽快修复如初。好，多谢神医。罗雪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阁老，沈丹青奸诈，明明已经提前去掉了纹身和烧伤疤痕，还在我面前演戏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根本没有什么纹身，也没有被烧伤过。我躲闪，是因为你要当场扯我的衣服，我一闺阁清白之女，怎可受此屈辱？罗雪儿，我说你风言风语纠缠到现在，不就是因为之前跟我结仇，想要找机会泄愤罢了？今日是我临时召集大家来到这里，沈丹青根本不可能提前知晓你也会来，也不可能提前做准备。若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我就治你诬陷之罪。阁老，沈丹青已然自证清白了，公堂之上，岂容罗雪儿一而再的挑衅？你们是一伙的，你自然是言语相互。公堂之上，不许你胡闹。王爷，罗雪儿空口无凭，
没有实证，那么阁老，稍安勿躁，本王还有一物证，应该快到了。王爷还有后手。让开！让开！王爷，看沈小姐的表情，应该还认识这张单据。什么单据？罗家是聊城酒商，曾经负责皇宫进奉的贡酒，而这张单据是罗爱莲经手的贡酒的运输单，上面有她亲手按上的手印。面容可以伪造，但是手指的七斗之纹却难以仿造。王爷英明。贡酒运输单一直存于皇宫里，绝不可能被调换或者撕毁。我暗中命人拿来，预备了手印，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，你到底是不是罗爱莲。这确实是一个法子呀。沈小姐啊，你是本人主动去比对手印，还是要本王帮你？好了，证据确凿，阁老，咱们速战速决吧！啊！我承认，我就是罗爱莲。阁老，沈丹青承认了，那我刚刚所言一切都是真的。阁老，赶紧处置吧！正因为我是罗爱莲，所以我知道怡亲王说的关于藏宝图的事情都是栽赃陷害。我父亲根本不认识什么宗伟，也不知道藏宝图的事情，何来盗图一说？阁老，换脸一事是我逼着丹青不要往外说的。当年罗爱莲现身火场，被人陷害，死里逃生，但我妹妹丹青恰巧病重不治，是我出于私心，趁着她意识不清楚的时候将她换了脸，是我的责任。阁老，就算沈丹青是罗爱莲，也没办法证明怡亲王以及罗雪儿所言是真，更没法证明他拿了藏宝图。若是您不信他的人品，我可以担保，罗爱莲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徐承风，那罗爱莲是你下过婚书还未过门的妻子，于情于理你都会替她说话，你的担保不可信呀。至于我姐姐说的，父亲从未听过藏宝图，从未见过宗伟，你根本就是撒谎。
真的藏宝图，是真图啊！但为何这藏宝图只有半张？徐成风，你作何解释？回禀阁老，那半张藏宝图实为嫁祸之用。此话怎讲？王爷预知婚仪当天会尊圣谕演奏琴瑟，所以见缝插针，提前买通了将军府请来的乐师，随后在演奏之际，把那半张图带到了将军府，偷偷藏在了乐谱之中。徐将军，事到如今，本王奉劝你莫要继续栽赃于我。栽赃的人难道不是王爷您吗？难道不是你买通了乐师吗？哼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串通了乐师，你们大可以把他传来对质。好，王爷既敢这么说，看来那乐师是来不了了。徐成风啊，徐成风，本王有宗伟的手迹为证啊，证明藏宝图确实曾落于罗家，现在又有罗家女儿罗雪儿做人证，证明手迹所写属实。罗爱莲夺图弑父，又纵火金蝉脱壳改换身份，而你的未婚妻刚刚在大堂之上亲口承认她就是罗爱莲，现在又在将军府里搜出了藏宝图，人证物证赃物全在，你还敢抵赖？你真的是只有红口白牙吗？好啊，如果真是我们所为，为何只找到半张图呢？半张？徐将军完全可以将藏宝图分而藏之嘛，这不就是一个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小伎俩而已吗？王爷的证据还真是天衣无缝，但别忘了，咸阴水曾经是我找到的，藏宝图在我这儿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宝藏，反而大费周折去找这藏宝图呢？最厉害的棋手，往往以陷阱来迷惑视线，这一点，本王都对你佩服不已。好了，证据确凿，阁老，还请尽快处置。徐成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三人牵扯到偷盗藏宝图，禁卫军，捉拿下狱，严格审问。且慢。事到如今，看来只能由我来坦白这一切了。藏宝图是我所盗，与沈家兄妹无关。另外那半张在何处，只有我一人知晓。成风，无需多言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还望阁老能放过沈家兄妹二人。我自然会在咸阴水失效之前，将另外那半张图交给你。若是这咸阴水失效了，就算是得到完整的藏宝图也没有用。下了这么多功夫，到时候岂不是一切皆空？王爷，您说是吗？你说什么？看来王爷还不知道。我说咸阴水开封之后，只有半月左右的效力，现在没剩几天了。这是我最担忧的事情啊！当务之急，就是赶紧找到另外那半张图。阁老，正因为如此，他徐成风才敢这么有恃无恐。以本王所见，应该将他们三个人全部都打入地牢，严加拷问。我不信问不出剩下藏宝图的下落。事关重大，万一这期间稍有什么差池的话，你我两人无法向圣上交代，还需谨慎行事为好。请三人缉拿下狱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来人，将军，请。有我在。